的消息，受到低气压的影响，昨昏伫嘉义、台南、高雄是熊上大雨，造成部分的地区积水，甚至是失电。伫台南有一个查甫人因为去电着，就安尼休克，送病院抢救了后，也是救无倒来。 分推车慢慢降来，已经唔知影人的老先生被放喺大气压顶头继续急救。当伫咧台南东区撞到18岁、70几岁老先生，在1世纪伫咧大雨过了，躺正脚去查看水塔，无想到讲开关一切落去，敢若是脑电去电着，伤病也是救袂大。对，有做 CPR， 救护车在，我先生就跟他过去。遭受电击的时候就马上休克了，然后我们就就赶快做一个，他现场自己有帮他做个那个 CPR，一直到我们过去接手。另外，嘉义县新港乡11中昼的时雨量到36.5毫米，造成新港北仑村20外户淹水，水上悬淹到40外公分，真侪居民的命体、厝内家具拢浸伫咧水内底。那边的排水系统40年了，然后所以它的排水系统本来就比较窄，溪口排水。 如果满的话，会造成村里的排水会排不出去。台南11世纪出现第时强降雨，小东路地下道达到危险水位境界，有封锁线。高雄的南马坑早起也落雷雨，造成加强路、军校路、德明路等路段，总共5056户无有警熄电，一直到10点外电才来。气象局提醒讲，受到低压带抑个梅雨滞留方面将要来影响，未来1礼拜天气将会更加无稳定。 中南部要注意低延时的大雨，并且注意可能会做大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